即句就咧甲你讲，圣经咧甲你讲吼，用烦恼的时阵，一切拢是上难，拢是哪？拢是业障。咱若烦恼的时阵，车来去，困落去。好，你规个头壳，然后就讲车的，这个人拢袂舒服呢。那咱讲，咱手脚哪有了解？真正是安，这毋是咧对照。烦恼的时阵，一切拢是业障。咱若感觉大家拢是欢喜满面，快乐的去跑，大家拢是这欢喜。咱讲叫做哪？咱叫做一日无成小神仙，百日无成大神仙。敢是？毋过大家若拢烦恼呢，大家拢魔鬼，你活得袂舒服，你的人生绝对袂平安，你的身体绝对袂健康。敢是安尼？这是叫做业障啊。所以呢，圣经讲最丑陋的世界是最丑陋的世界，但是因为你爱用伊来看这点来讲到下来，这是最丑陋的世界，用清心世界叫做流。你最该你足丑陋的世界变成一个流离的世界。什么叫流离的世界？流离就是代表足光明、足水的流离世界。请问，咱这个世界是丑陋的世界，还是流离的世界？你不能过着是流离的世界。咱过着是快乐生活，咱过着悲哀的完全。两个的世界都是这样，咱过的世界是快乐出行啦，吼，大家都是咧快乐。咱过着是悲哀的完全，大家都是咧苦。是安怎？因为咱今日就是伊用的无用清净心，咱拢用对的心，是唯心、离我心。所以咱来听咧，快乐甲痛苦对什么人无咱？一些人来听起来就是讲家己好像家己，因为你不懂得去处理你自己，你唔知你家己要怎去处理家己，安尼叫做懵懂。有影呢？咱家己对家己做懵懂呢，真正是安怎？会对家己讲，你无捌，你无能力。咱今日去离道场，就是要互咱无懵懂；咱今日去离道场，就是要互咱清清楚楚。我人生是爱讲什么话？我是爱做什么事？我是爱食什么饭？我爱行什么路？这叫做清楚。如果你人生的过程你较紧，唔知讲你爱做什么事、食什么饭、行什么路，后日你的结果就是懵懂。若迄个懵懂内底当中，你讲要会当行出着这流离世界，迄种骗人。所以今日而且学习，咱就是要学习，要了解我安怎做哪是对。好，所以再来甲你讲，因关怀别人，让我心里欢喜，我学习了爱的付出。哦，人生你有这个清净的流离世界，就是有这个物件，有这个物件。第一，就是关怀别人，让我满心欢喜，我学习爱的付出。你关心别人，你心情家己得到，家己欢喜。你有时间，你若去捡了一把钱，你看到了后，你若摕来交80数，你会欢喜袂？你绝对做欢喜，因为我无讲这钱我无讲贪，我做一好代志。但是我即项代志，钱若摕倒来，我钱若是在我厝门口，你会快乐袂？你抓朋友，唔知讲谁找我才来，找我才来，我是讲其他我唔来看。所以人生就是因为关怀别人，让我满心欢喜，关怀别人。今日这个囡仔话做对，是毋是咧？我去把这个囡仔救起来，我把这个囡仔送到厝里欢喜袂？有一个，迄个叫做。一个大恶者，伊惊感觉带咧3几年小可，伊袂得出来，叫得出来，不然看到了伊60几岁死亡。
迄个呢放出了后，隔壁伊摕只脚踏车，脚踏车唔对，伊迄个三重啊，伫个三中，迄个三中步道顶块咧徛打啊。但当伊咧徛的时阵，看伊咧溪底当中咧溪哪只，那时候有囡仔伫遐活伫遐啦，伫遐咧困。当然，即个像大太人心后是爱心嘛吼。伊要紧车无突然啊拼咧，人啊撞咧，迄囡仔冒起来。哇！迄个冒起来面青顺顺啊，你听有无？面青顺。小孩子，伊绝对讲袂出来啦，惊嘛，惊我讲袂出来啦。安尼啊，我紧，无咱我载你出来。你吼，你还会闭个安尼啦。哇！伊年纪大概有10多岁，甲迄水甲激出了后吼，迄囡是减啊一个孙，伊说脚车大，10几天，到厝，阮爸爸妈妈去，然后即个囡仔吼，迄个三重的哦，伊迄个溪叫溺水，我都比较做吼，即个囡仔我伫咧深造，哦，迄个家属的。爸爸妈妈听这个囝子个，嘛听这个非常感恩的这个，这个太阳这个福德这个，要摕钱互伊用目去，要留伊请一个嘛，感恩嘛，你叫我听我感恩你嘛，感恩你嘛，拢唔钱互拢唔，这样过来就出来，伊来脚踏车徛的，再安搭，你啥想法？我这世人30几年，捌做过好代志。拢了欢迎，但是我毋通做好代志是遮快乐的物件。伊咱徛咧，好爽欢喜，徛咧到将出后半生能做好代志，无做歹代志。这就是咱关怀别人，让我满心欢喜。我学了爱的付出，我学了爱的付出。咱每一个人的心底爱有这个，咱一贯袂错。当伊想就是咱咧说这行为，无人伫咱的心中咧当做啥物件，无人骗啥物件，不为自己的愿望，但为众生的利益。但是若有求有得都无相像咯，迄个心爱出主意哦。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讲有一个祠堂那个地方的祠堂像泰国啦一个大祠堂。迄个祠堂每一个月拢有人去咧慈善，这阿婆伊就做主笔的啦，阿婆做主笔，看到人去慈善，叫人去起，就很好付。一只狗仔，一只乌蠅，一只动物仔都爱生命，你讲咱人要去慈善，安尼啊，就求起，求来才到好爽咱来叫做分区。但是呢，这阿婆每一个月都有带人来，不然迄个警察，阿婆你是不做善良，到尾后迄啊你若搁带一个来了我全部互你，甲你慰劳就对啦阿婆真欢喜啊，大家就遐等我要出师了安尼对即嘛咱讲风水就流转啦，风水流转，总无人要出师啦，你听有无？阿婆说：“奇怪，过去的时阵泡数无要钱花，逐个人有来自杀，即马泡数一个月1000块要花，是为了太无人要来自杀。即个你听意思无？你也未得到1000块以前，伊这是满腔的爱；你后边1000块了后的引诱，满腔都是魔鬼。爱人去自杀是魔鬼吗？”迄自杀是讲不得已的呢，毋是叫人爱去自杀呢。这个话就是对心，咱的心。所以心爱保持有这个爱的付出，毋通搁后面后边搁铁石搁转，为着有这个理念搁转过，叫做魔鬼。咱今日的形式是无为无所不为，咱绝对无因为目的安尼你的意义上。如果今天你咧做这个代志，若有目的，那安无才咧做这个代志。所以呢，爱是一种的包容与宽恕。有了宽恕与包容，
你有爱出名头尾哦，你有爱你的爸母，你有爱你的姊妹，你有爱你囝仔事情，你有爱你的弟兄哦，好爱弟兄，这是可能咱无法办。所以你要包容亲人，应该放开。你有办法包容你宽恕，那安内当中包容宽恕，你才有快乐的幸福。快乐幸福最来，开这个心。快乐幸福就是这个，你的心有包容宽恕。我来请你各位一个问题：这大海有包容无？百川汇海，臭水沟啊，篱笆水。电锁水上潮，你讲对海底对不对？唔过到海底都甲包容起来，变什么水？变海水咸水啊！世界200-300个国家，所有的变数的水、臭水拢对海底嘞。你有看变数，你有感觉海底变潮无？你去咱台湾去迄个到海边遐看，对一个海水有潮。唔过世界这个陆真正恁啊侪潮的物件嘞。是安怎无吵？我日本旧年有一寡好火了，入面无，世界无咧考虑无。啥伊敢捌倒？伊敢捌倒的，代表这化会掉。咱靠讲感觉迄好了，就流到咱遮来，咱逐个咧食个鱼啊，咱拢死。因为大海内底当中，伊我都讲化解一切会对迄个物件，必是种点水。是毋是？我即嘛问咱讲，问咱即个心态，心态咱即个心，咱做这是非非，就是大川。如果靠咱即个心，咱如何化解？化解哪？咱有化解无？无。咱就会当切掉去。好，我气死。从我一句哪有办法？3年5年3年5年10年20年，这句话比道理较多。但是因为咱怎么化解？但是化解袂去，是毒死别人，毒死你。咱家己叫做毒死，毋是家己折磨家己嘛。咱大家知这道理，大家嘛知这道理，但是都转袂过来，力量无够。所以呢，要有快乐，要有幸福，你要包容与宽恕，要是爱，这样。后边这句话，咱来讲，生命因为爱的付出，你就会结出；生命因为爱的关怀你哪会开朗；生命因为爱的投入，你哪有成就；生命因为爱的活练，你哪有实践。这4点。生命因爱才能付出，因爱的付出，你哪会结出？世界的好人好事，这叫做结出。伊不过是来做爱，我讲我就无看，我讲安尼。你对你的囝有爱无？你的囝因为是你对伊爱，伊才有不断，伊换了这个世间的意义。伊今仔嘛学阿方学习，也会学习。伊才有安尼，你若无爱，即个囡仔，你甲看，足侪囡仔当中，生的时候无爱，迄囡仔拢不会。而且啦，讲一个简单的，无聊的，迄阿姐。当时我听生出来了，这毋是讲是非啦，这嘛是家人的功德嘛，我演生出，我嘛出国，而且而且嘛出生嘛差不多。因妈妈无因为伊生出来甲放弃，伊今日因妈妈甲放弃了后，遐无保护影响，你要相信无？因为妈妈则更加倍对伊的爱，因为伊是我心中的一块肉。我袂使讲，我家己和我有姻缘，我家己唔甘愿甲放弃。但今日保养27他们一到这个所在，我听讲到10岁啊、8岁。再甲你洗过主啊，洗洗了，迄过去了，过去点滴阿亲啊，点在心头了，点点滴滴的爱。咱较早有一个什么杰克，什么，生出来较无手无。当时若以咱台湾，
伊咧动物人就会跳舞，无过你西方人，伊生出来了后当中，因老爸、因老母当作是一个饲宠来照顾，迄个感觉真可怜好个吼。即马伫世界当中，传一个某好水，伫世界是足侪厝的一个中车，伊嘛会种水，嘛会创造的，嘛会挑刀，嘛会开车，无脚无手无，人拢无法度。因当时因母啊，生出来甲放弃，我生在这个当中，我血杀，人生好脚好手，我生这无脚无手，我是要安怎栽培？讲较歹听，互你饲着，互你生着，你会安怎想你来看？毋过咧，咱来化消耗，咱来化痛苦，化痛苦为大，人绝对甲当作我今日生着这个物件，是比着一个好好少较好过，用心甲栽培，今日成就比一般顶个人较出色。敢是安尼？今日因为有付出，妈妈的爱付出，今日伊结出，你结出。像我着今日菩萨的付出，观世菩萨的付出，伊当叫观这个叫这个观世菩萨的成就。好，释迦牟尼的付出，伊今仔有释迦牟尼的心。过去灭祖师，灭祖的付出到灭祖的心。咱过去就点么建议，到建议，咱过去点么输，咱过去这过程的付出到明天的结束。但是。点点滴滴种走的，因生命中有关怀，大会开发。听见关怀虽然是心中的压力，但是我甲当作心中的一个啊关怀。但是我愈甲照顾，我心我愈发愈满意。变做我愈甲照顾，我变得感觉我好像有缺陷重来。我那内话。生迄个后生，当时生出来，因为无顾了后，因为敢若迄个眼膜神经啊失误，迄阵当时那是真正痛苦，看伊看，要给出来，那迄阵伊生气，生气有一阵叫做盲眼现象，伫遐当中，因妈妈伊送伊好好的了，因妈妈毋捌因妈妈伫遐叽嘎嘎。现在的我们，当代的母，伊要甲教，伊要教。伊今日因迄个后生，进入世界的迄个拍运，就是迄个成长班，伊拢去着冠军的，伊咧走，跳跃，拢着冠军，嘛着冠军，你啊足是奖金的。伊进入台中，要出暗暝，一个月10几万啊。伊进生一个，带一个太太。迄太太迄当时就是伊个网页的迄个拍运吼，伊咧走咧，陪伊咧走，因为一定爱一个陪，无甲风走毋着伊，陪伊咧走，迄倒来做个太太，这生三囝。那当时的话，伊甲放弃，伊今日这个囡仔变成安怎咧甲讲？毋过呢，甲转世生命，虽然是我负担，但是我今日。我到尾啊，开发，我比生着一个好脚好手，我比着生着一个人咱打较好。今日上天活这特别活这是一个足可贵的物件，毋是上天对你做一个开玩笑，互你生一个无目睭，互你生一个无脚无手。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逐个来到这个世界归伊结出这个部分。所以呢，来到这个世界，逐个拢有价值，咱袂使否定哪一个人，互你就是较有缘，你袂使较丢弃，你一定要化小爱为大爱，化大爱为真爱。生命因为爱在当投入当抽入，今日这件代志，若要抽入的关怀，咱就阿珍，伊过去若要真正足抽入。就放去拖啦，放去拖啦，无去割啦，无去迄个啦，无清洁啦，没有投入啦，动作的时阵有安那有生人有这个心来做，保养啊，知影。但是当中呢，因为医了后，伊才能了解保养。
保养咱了解，迄叫做母属一心，母属一心。这种的物件，唔是一般的人法度。所以人看到人家的成就，也会是非凡。生命里有爱外的，但有实验，有无？咱伫道中学校内底当中，无论你拄着什么境，你叫做完。咱师尊老大经常讲，无论心多宽，路多长，修多苦，办多难。安听无？这叫做完。过程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是心的宽度和心的深度。只要你按照书面的脚步，头前会出路。所以呢，真正有行大家行出路，真正上天的福来。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好，这当中啦，哦，这个这当中吼，过来就是讲地点如何化解的痛苦，不要让你化解痛苦。这里讲，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会伤害自己更深。唯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这是永远的真理。受恨啦，冤枉会让用化解受恨啦。安尼听有无？受恨敢会当化解受恨？我最足受恨的，我最起码受恨来当化解。我今仔日日初日要扫足清气，日初一较扫，较扫，会清气咩？扫到袂有气头，敢是安尼？所以你今日受恨要化解受恨，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真正我现在讲的是简单的比喻，大家辛苦，大家辛苦。你过去无了解，见有受苦。毋管你食饱要死的时阵，你若还对这个大家伊过去对伊的这个受恨迄条咧，会当化解。安尼以后会见到你如果就更差。毋管呢，足侪迄个到了要倒来了后，咱转出成绩。你去看人家高雄啊，因咧三节，我那三节甲因咧三节有时差不多。你要是讲查查要中呢，我查讲错。三节伊哪有讲？我当时计入靠近这个菜车伊姓蔡，菜车，伊当时嘛哪要中呢？伊同来喊，讲伊当时和伊的大家迄吸毒到偌严重，伊讲伤着爱哭，伤着爱哭。若要甲讲起来，过去伊迄个点仔去过面伊迄个带所过迄个生活，真正毋是人咧过生活。你了讲话听，毋过呢，伊较即摆当中，伊对因的大家到4月，进到年到4月。伊讲，我甲阮大家已经化解，用感恩的心去化解。我真足感恩大家叫死你个吼，因为若死我无机会通赎罪。过去，伊和我的受恨，我若无离伊死以前，我无化解掉，我就继续落去当中，后世人我就继续在接受。毋过呢，我要甲离死以前的内底当中化解这受恨，他说出他的爱。他说出他的办法，我去找黄彩金，去找因隔壁拖迄个因宾馆嘛，因咱个人咱新的人知嘛，宾馆咱大理社嘛，个头家嘛，然后去边仔迄个招待所，阮伊啊讲啊一点啦，咱讲咧经过，讲安尼地，讲去申请，你地。在你离开以前，你会更加用心，弥补过去的不足，安尼叫做化解。但是你若用迄个受贿要受罪，我用这受来报复。你当你已经袂起来、袂变啊，我照标来看，甲你的时阵啊，甲你报复。所以你记得帮助你这种仇恨的报复，唔会惊甲你看。那么螳螂捕蝉，别部分麻雀在后。螳螂捕蝉，麻雀在后。你只插口咧，我想唔赴妈，迄个出叫苗苗，走袂去的所以因果里面就是安尼行。所以你今日要了解讲，受恨，因为我都化解受恨，只会当伤害更深。唯有着慈悲才能化解受恨。
把你这粒受分这粒冰，甲化为水，啊来就真好用。哪怕你家己化解袂了，你家己死了，这个冷冰冰的心，所以这个对当中呢，就是永远，这是永远的情谊，袂法改变的属性。学习真正的付出，我想到付出带来的喜乐与满足，我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起来。听好，学习真正的付出，对你妈妈的付出，对你爸爸的付出，对你公公婆婆的付出，对你的囝的付出，对你孙的付出，对众生的付出，拢讲付出，你不要想拥有。你拥有现在，那未来就没有天堂地久。你现在的付出，你未来海阔天空，你就未来到天堂地久。唔可能进就是心上急、上爱，不想付出。那不想付出，你怎么结束？你今日迄个不敢付出啊，就该选择贪走，贪走。你唔付出，你叫做贪走，贪走就是贪走那个气量，有贪的气量，两条了。贪走的贪是方面，足可怕的物件。那足可怕的物件，你的心会发抖会出来袂出来。你永远就是贪着，即刻就付出袂出。是啥物件？因为你知影后头这个因果。我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子啦，有一天，我倒，甲伊的地主两人去法院，听，我倒迄个地主啊，叔，我讲，我倒，迄有一个黄金，我倒咱骨头甲讲，不小，毒蛇啦。迄地主的当中，明明就这黄金在毒蛇，行，我倒他，伊啥这有够厉害，唔敢去。毋过等者有一个老爸带一个囝，行，爸，有黄金，啊，要抢啊，好物件咧，看着捡到的黄金，即马欢喜啥？敢知影？即马捡到对，啊，出面头尾捡到怎样？敢讲，我捡到黄金，伊毋知即个黄金是元老爷为即个官要换过迄个官，会即个黄金叫换。唔过半落，你是毋是爱起来？爱背。唔过咧，客等你厝，去互元老爷派着迄个官兵来查到像你兜里，啊，去互查着免啊。这个唔知道传，这个唔知道传。本来摕报死哦，你叫做付出哦。你这钱你甲摕伫你的厝内哦。啊，你叫做哪？唔是付出啦哦，贪走啦哦。你爱关3年，两个毕业囝，无业无务，分着黄金，两个毕业囝关3年，啊，唔是毒蛇吗？唔过我看着当中足甜蜜的黄金咧，我也知影听向了，人分道就知影，这去你摕咧法庭，这一定出问题。咱机会差偌济，所以今日咱伫修办道内底当中，就是你不断的付出。那本身对人付出，我想到付出带来的喜悦与满足。你看付出做欢喜的，你看这件成就做欢喜的，这件好做做欢喜的，做满做欢。你做一个歹代志会欢喜的，你心不欢喜，无法度满足，唔知讲你哪样对对不对？你个看迄个诈骗集团，迄诈骗集团迄车手哦，因为伊要去其实拢偷偷摸摸。迄外景了，你敢知影？但是警察人讲守株待兔，拢伫遐咧个，你讲你拿来领吼，我就来见了倒了车手，所以今日爱付出你的生命，带给你的喜悦与满足。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生命变得对来，对你不断地去创造。咱就感觉咱去年得奖，咱就得奖。好，啊，你咧做善事，听道人讲道理，
虽然我有电车，感觉无味，过呢，咱今日去来到道场行行去等你咧，感觉安心的睡觉。我老爸讲出来，那班吼，那无出嚟，我去暗吼，那上前头我低调，袂舒服。那因为班吼，若去参班倒嘛吼，我那时候叫头拢搬回去，那上头做欢喜安尼啊。就讲伊内心世界接触真理，吼，他自己生命价值就会起，他去要解放他自己。所以要如何化解？你要听我，这就是讲，这第二道要安怎化解你的痛苦？哦，这物件你要听我，如何化解的痛？这个物件咱来讲，性感中，我们要拥有真诚的心境平等，正觉无私的慈悲心，你才能够拥有一切。你该讲唔讲，咱拥有一个真实啊、清净平等、正觉无私的自己心。你若是拥有一切，无拢是假的。什么叫做清真诚、清甲平等？迄个真叫做无义，迄个诚叫做诚嘛。咱和谐嘛，咱和谐就是叫做平和嘛。诚就是正法嘛，热诚嘛，正法。所以咱和谐嘛，更有意义啦，所以你有真诚，有清净，有平等。咱的心有清净，心诚有热。这是咧来教下你讲。好，那安尼当中呢，平等有一个正觉无私的慈悲心，正觉毋是邪觉毋是偏觉所以叫做正等正觉。正等会讲叫做佛，正觉叫做阿罗汉，无上叫做佛。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咱有这个心，你若拥有一切，一切你听无？迄个一切就是讲你没有缺，你无欠。如果你若无这物件，你离世间人都欠。我请问咱各位，你咧内心世界，咱咧约起来了后，咱做啥无欠？咱常讲的，迄个大 S， 一个买包米香料，买包米香料，伊即马在欠你，你现在在冰箱，你买包米香无？当然了，这是因为你没有所谓的清净平等正觉，你永远都是缺。我缺的你缺陷不圆满嘛。咱一个人无办法，就是家己就是永远就是不足嘛，袂满足。真正满足就是哪？真正满足就是知足。第一就是已经了，足就是已经无欠，叫做平等。我请问咱各位，迄大好个人。一路地消无，无代表好个人地消呢。你好个人比咱较痛苦呢，听有无？连欠迄个欠，讲袂了，迄出世啦，你讲袂了。就是好有遐济钱，伊带粗方有遐济不足，若无遐济钱啊，伊头会不足。这无代表好代志啦，所以人过去就讲嘛，讲是做安怎？讲人家丢是同为天，也好无聊天地法。就像我咱来讲，人家丢是同为天的参照，这风德，这好个。换其他个家有人吃，逐个人咧饲，毋过人要咧开呢，汤杯嘅蚵啦杯，伊走袂去，你来闻到杯不要买啊。这是讲好个，有钱人有势人。毋过也好无聊天地法呢，就是讲咱一寡朋友，平常的人，他没有权势，他没有地位，他人生是这么平淡的过。我虽然袂当食啊粗，袂当食啊鱼肉吧，袂当享受是什么高档的，我人生过得足逍遥。这三条也好，海阔天空任逍遥，利入清风水有伤，你了我袂了。但是虽然是要做，也好，因为有这物件毋免想了，咱做一个心定快乐的人，菩萨安好。所以呢，咱来讲一句讲，有时要讲别人可以想的，自己未必定想，心中拥有尊敬自己，别人可做的，未必能做，心中拥有一敬畏。所以逆境爱忍心，顺境爱小心。这话咧甲你讲，别人你讲
想的物件，你毕竟毋是你会当想，安尼敢听有？那人咧想安怎，你也当咱咧想人无？是吼，现在乐透吼，我安尼，即期我听讲，无啦，迄是过去，我做我几十年吼，啊，拢无叫即届年中起10几个，人咧想咧，啊，咱就敢靠我咧想，啊，咱要歹来，人咱叫咱全部钱快叫，我有咧梦想，一个咧空想，咱无迄落陪较大，啊，若互你叫你会走无？敢是安尼？袂晓讲，我若叫，咱拢发大愿，你听无？若互我叫吼，我要摕一盘来气氛我要摕一盘来创哪的？若真正互你叫，你会摕一盘出来气氛有影你听无？哦，所以咱大个思维变偌足大，迄叫做梦想，迄叫做执着。虽然咱甲你讲啊，别人会当想你，必然你会当想，因为你是咧想很多。人咧想要去小吃部，你会使讲去小吃部的，毋通甲包括对城市好处，当时安尼，哦，咱今日来这个活动，咱嘛当来听到咱甲人真好啦，吼，所以爱知影，心中唯有一个界，听无？迄个界就是讲，你心中要有一目尺，一个人内心世界人无一目尺，对甲毋对，你完全无清楚。啊，原来这人叫做无知，这人叫做无知，这人叫做无完全，无知，因为这个界就是叫做防窥之法。这个界，嘛，互咱真正要有这个哪样这个手寸，你清清楚楚，你清清楚楚，你就知这就是界。过去一个故事，我讲，真理讲。文史学下，当一个大玻璃缸，足大玻璃缸，拢透明，中摕一个即落来炸，这边人放只刷鱼，这边人放一堆的迄个鱼啊，刷鱼是毋是拢在食？但是呢，迄只抓鱼的个性强变，放伫边鱼，扑下就要去食个鱼啊，这个玻璃啊，伊无看起来。就三色玻璃，七八种有间话吼，撞扑起来，咱我先玻璃。啊，惊鱼透人像咱刷鱼透人像咱钓只好，啊嘛无快真嘛快玻璃，玻璃七八种紧个嘛吼，用要做伙要食伙迄个边迄鱼啊，撞个扑起来，啊有快着，咱好像不撞着好个，啊别当个谁在撞？啊到了迄个野手要行开，冲个扑起来，啊再弄着。啊，说食无得，弄经过几个月，迄只刷变成明显变成温驯，就是讲我想着就要甲食，想着要甲食，迄野性到了团，一弄骨就弄了，迄个心就开始温驯，温啊，就是想要食安尼。这大家迄个过来就是。迄只刷鱼，像蛇花的，啊蛇，伊就袂想要食迄鱼啊，你听无？讲道理对你听无？讲道理中你做的，敢是安尼？讲道理，啊，就即个界，咱的色就产生刷鱼，咱过去众生的思维，但是咱透过着即个界，你会清清楚楚，会使就袂使，袂使就袂使，毋通讲袂来。那安尼当中，你会当对温野性变温驯，所以这就是讲这个道理。别人可以做的，自己未必能做，心中存心坚毅。别人可以做的代志咯，自己未必能做哦。你心内要存坚毅咯。别人会当做的代志，毋是讲人会当做，我就会当做。人会当笑，我就会当笑。人咧食饭，你也会食。人咧菜篮包，我咧去杀，敢毋是？人咧菜比菜有咧去杀，看起你无要惊死啊，对不对？咱你想无啥对，甲恁行，爱你想无几条，你搁爱行，啊那你无头壳，所以咱尊重，因为无法度，咱尊重伊，敬就尊重伊，你嘛无法度改变，你才有办法改变。
唔过呢，你今日要有智慧，会使做甲袂使做，你家己爱做清楚。哦，爱做清含想嘛，袂使想。就三人咧过去啥咧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台猪，甲一个和尚。啊，这个台猪甲和尚吼，伊两个做伙，啊，个台猪，因为出名人外来嘛吼，台猪，晚仔早4点吼，啊，什么人醒起来？因为结婚过头了。啊，你若台猪先逼个叫我这个书去念经啊，啊，我这个书若醒起来，啊，你台猪也袂起来，我叫台猪啊，哦，安尼吼，伊无代无志啊，看到我台猪迄个和尚，先静一下，台猪还要困，啊，台猪4点到啊，4点到啊，我台猪爬起来对不对？啊，爬起来要创啊，就开始衫清清嘞，啊，吵架就要去台猪啊，对不对？啊，这代志咱做咧，这代志咱讲咧，我个心做歹事，哦，啊，今日你人伊叫你伊皇帝，叫遐人叫皇帝，你叫遐台你有罪过呢？啊，这个物件你拢唔知影，敢是？佮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哦，一个阿伯，伊感觉袂大位啦。袂大位当中咧，就是这个钟咧，钟，啊，大概嘛3、4点，啊，就袂大位。可是